嚟自屯門分校㗎。我哋今次 AP 跳嘅舞叫 Honey， 練咗2個月度啦。我叫 Claudia 啦，咁嚟排 AP，我哋隻舞係關於 Lady Gaga 嘅。我咧今年咧就參加咗 AP 2年啦。今年咁特別咧，係因為咧以前嗰啲全部都係好似魔法嗰啲為主題，而家就好似平時喺學校嘅生活咯。Hello， 今年已經係我哋第1至3年參加 AP 啦。今次我哋會跳 Best One 黑天鵝。Hello， 我係李子晴。Hello， 我係黃浩津。你好嘛？我叫鄭文巧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朱有妍。我係嚟自都會分校嘅梅淑妍。佢哋全部都係小主角嚟㗎。佢哋嚟呢度嘅目的就係 rehearsal。我叫邱月恒啦，今年第2年參加 AP， 唔係第3年啦。大家好，我係李希月，我今年8歲半，大家努力支持我哋。我係嚟自都會分校嘅何敏華，我上年都係被選為小主角嘅成員，我已經參加咗 AP 好多年㗎啦。我叫吳嘉瑞，我學咗4年舞。我叫江敏妍。我個名叫做潘子佑。我叫葉雲章，今年係第1年參加 AP 啊。今年係參加 AP， 而家就係彩排緊。我叫楊海成，我今年5歲半，我嚟自南豐分校嘅，我係嚟自太子分校嘅劉欣彤。我哋已經練咗一段時間，好努力啦。大家好，我叫陳燕希，我係嚟自南豐嘅分校嘅。我覺得今次好興奮啦。我參加 AP 咧，跳舞咧就跳咗4次，小主角就做咗3次咯。大家好，我係嚟自太古分校嘅石卓軒。我今日就係嚟做呢個小主角嘅 AP 彩排嘅。我叫萬婉彤，我係青衣分校嘅。我今日嚟彩排。我嚟自屯門分校，我個名叫做李希雪。大家好，我係方麗琪。大家好，我叫嘉樂仔，今年9歲。我參加咗 AP 第2次，覺得好開心，好 enjoy 啦。我哋都好期待今次嘅 AP 表演。我好期待 AP 嘅表演。努力加油 ！AP 見。
家會密意留意密切攝製團隊啦、服務團隊啦，同埋老師團隊幫我哋不斷咁樣練習嘅，唔係老師團隊。